台中雾峰的消息，自来水公司打算要伫个雾峰来设一个5万吨的净水厂，中区水资源局配合，要伫个乌溪来弄一口稳泉水的水井。也毋过因为惊会影响到农业的灌溉甲生活用水，所以有部分的里长甲民众是抗议，表示反对。 水利署的人员针对乌溪河流水3期办理的情形伫说明，因为自来水公司打算伫雾峰设5万吨的净水场，中区水资源局打算伫遮挖一口复流水井，因为地方乡亲烦恼讲，会影响到农业灌溉用水，就纷纷表示抗议。阮遮做拢是特定农业区呢，你甲阮划做特定农业区，佫无法度种植，无水互阮种植，即马水佫要甲阮挖去互别位用，你敢对？ 现场的民众一直抗议，中水局强调讲，绝对袂去影响到民众用水的情形。所以理论上，我们在这边做相关的浮流水的取用是没有影响的。理由上上4625份的联署书和中水局来表达民众反对的立场，这项会议尾手嘛无共识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